好設計嘅投資報酬率向利害關係人證明 UX/UI 嘅商業價值。每當提出 UX/UI 設計預算時，高層總想睇到明確數字。好消息係，過去10年嘅數據已讓呢個商業論點無可辯駁。Forrester 研究顯示，優質使用者體驗最高可讓轉換率提升400%，即使只係小幅優化、更清晰嘅導覽、更快嘅載入速度、更直覺嘅表單，通常亦能帶嚟200%嘅轉換成長。對年營收1000萬嘅電商嚟講，呢代表數百萬嘅直接收入。優秀嘅使用者體驗設計仲能夠大幅降低客服成本。Nielsen Norman Group 發現，每投入1蚊喺 UX， 最終可慳低10到100蚊嘅客戶支援支出。界面直覺嘅網站支援工單量往往減少50到70%，因為使用者根本唔需要求助，留存率同樣驚人。Bamer Institute 指出，88%嘅消費者喺遇到糟糕體驗後唔會再回訪。反之，提供頂尖 UI/UX 設計嘅品牌，客戶留存率可高出業界平均25%。當使用者感受到被尊重，佢哋自然願意長期支持。速度更係關鍵。Google 研究顯示，行動頁面延遲1秒，轉換率可能下滑20%。專業 UX/UI 設計唔止係好睇，更係精準嘅效能工程，直接影響營收。好多企業仍將設計視為加分項，而非營收引擎。但 Adobe 嘅10年追蹤研究顯示，設計成熟度高嘅公司，股票表現超越 SP500達211%，設計力已成為真正嘅競爭優勢。當你攞住呢啲數據向高層報告，話題立刻從好唔好睇轉為能賺幾多。Webcook 同客戶合作時，總係先建立基準 KPI， 再用真實數字證明每一次設計優化嘅價值。最成功嘅企業早已把設計當作投資而非成本，因為佢哋知道每一個像素都在影響信任，每1秒載入時間都在影響錢包。準備好讓數據說服你嘅高層了咩？讓我哋一齊計算目前嘅 UX 投資報酬率，並精準預測優化後能為公司帶嚟幾手成長。Webcooks 專注於打造不止美觀，更有高報酬嘅使用者體驗。